每年太平清醮嘅午夜12點，長洲都會上演一場瘋狂嘅高空速度遇擊程，一班人要喺3分鐘之內爬上4層樓高嘅竹棚，瘋狂槍包。呢個傳統源自清朝，當時長洲爆發瘟疫，居民設壇拜神，用包子築成巨塔祭祀幽魂。祭典後，居民會爭相爬上包山搶平安包，因為搶得越高，全家就越平安。不過，1978年發生過包山倒塌意外，停辦26年後，傳統變成咗現代化嘅體育競技。現在14米高嘅包山掛滿9000個仿真包，最頂層嘅包一粒值9分。想要攞包山王、包山后，你就必須直衝頂峰。隨住倒數計時，選手雙手抓緊繩索，幾秒鐘就登頂，手指抓到流血，大腿抽筋都唔可以停。呢個不單只係同對手嘅較量，更加係對體能同膽量嘅極限挑戰。由一個區溫祭典演變成世界聞名嘅競技。關注遊戲鬼，用1分鐘帶你睇埋更多非遺。我們下一集見。